宜生道健康體驗官袁潔儀，香港資深影視女演員、主持人，亞洲電視 TV 時期代表藝員，代表作《藍月亮》、《赤子雄風》、《精靈一族》、《我愛下午茶》、《天南地北》、《C9特工》、《大灣優的11種魅力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袁潔儀啊！拍戲拍咗咁多年啦，好多人咧只係見過我嘅角色，但係其實做演員嘅情緒又好啊，壓力都好咧，長期咧都係好繃緊噶。我嘅失眠問題咧已經困擾咗我好幾年啦，唔係話完全又瞓唔着嘅，只係咧即係入睡入得慢啦，好容易醒啦。我都曾經猶豫過，我自己係咪要繼續調理咧嚇？因為之前咧我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，效果咧真係咧參差不齊嘅。真正令我願意咁樣去體驗嘅咧，就係怡生道智能生命能量系統啦。係因為佢哋咧講咗一句說話，而係叫我咧先去感受一下，然之後咧由自己去判斷。第一次體驗嘅時候咧，好明顯感覺到身體慢慢咁樣放鬆落嚟啦。之前嗰種好繃緊嘅感覺咧消失咗，睡意咧係好自然咁樣嚟咯。醒嚟嘅時候咧，唔會有攰嘅感覺，好精神啊，情緒咧變得好柔和，哇！所以咧，我先至咧願意同大家分享，係因為我自己先嚟睇到嗰個效果，我先至願意開口推薦俾大家。怡生道智能生命能量系統，航天科技調理失眠，